好，嚟到應該係最後一個造星嘅活動，將呢一隻歌做一個總結，送俾大家，希望大家會喜歡寫在 A4 紙的故事。掌心都乾了，有沒有動搖？燈光都熄了，卻尚有畫面。閉門聽着心驚膽跳，台下紛紛縈繞，想像太夢幻，此刻竟拆掉。天色都光了，卻沒法入眠。聲音都啞了，結局已心照，再沒法和你通宵。仍就永遠冇報和以前，只求秒劃破心跳。若我只有斷續句子，寫出當知，沒有中秋那壯麗故事，不必太在意，就如此冥冥中的發展，編輯與怪異，仍是我們獨有的事。若你此際再沒法子一起放肆，若我捉緊你信念放於背上的空字，凌亂的思緒滲在餐即時，我為你可以讓此走所有廢紙，亦可書寫我大志。一筆一筆勾上沿途和誰遇上找到想找的去向。如果不甘的離場，就賣力為你高唱。分分可一起的破相。句子講出當知，沒有沙翁那壯麗預示，不必太在意，就如此冥冥中的發展，多少次勝敗，仍是我們獨有的事。若你此際再沒法子堅守這位置，在這一刻確信你也沒有輸。若定現在就放於心中的那處空置，我可繼續拼一次。若是走所有廢紙，亦散不走在動魄。這次Thank you，再次掌聲 ，Jackie。